有智慧，讲台语，提百万，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咱的网队。欢迎啊！踢绑架，一定赢！好，一定赢，看好你啦！好，第二组的来宾，咱的土队。欢迎。土队拼到底，土队绝对互你吊车尾。哎呦，吊车尾都讲出来啊！好，来第三组的来宾，咱的摆队。排队摕奖金，阮百面的赢，你免伤心。哎呦，你若较笑的，一定会赢的。对啊好，来第四组的来宾，咱的新队。欢迎啊！你我做伙拼到底，胜利一定是咱的。咱讲对不对？对。好，我唔对，四队拢有机会啦。爱拼爱拼大家好，我是美秀，我是阿翔，是今日咱四队拢来啊，是这拢是咱复赛。复赛啊，今天你决赛啊！哦哎再来呦，就总决赛一百已经偏掉啊！吼，迄个钱的味哦，一百哦，吼，来，要干净咱今嘛进来介绍咱的第一队。是。咱的第一队吼，真厉害。哎呀，出国比赛我唔呢？知影是机会的问题啊，是安怎？因竟然会拼甲咱要入咱决赛啊咧！对啊，无简单呢，无简单，无啦。今日队友有换哦，有换好来介绍咱的网队。欢迎。大家好，我是踢绑架。是。不久前怎么讲？哇，静静啊，静静，我玻璃的。你去比赛因为我去比赛，去日本，摕世界冠军。哇！所今仔日要摕冠军，对，几百万。好，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的队这我员啊，妈妈。哦，妈妈拢来啊！妈妈若请出来就已经赢一半啊，对啊，靠赢。我逐工拢有看迄个专家有智慧的 APP，是哈，谢谢啦。今日你来佚佗看卖，较像也会无共款真正无共款好来啊，咱即摆咧，咱的迄落啊，国转呐，啊转嘞，啊个顶啊，今仔日一定想好100万，要安怎开啊？明仔来啊，好，有希望上水啊，对唔对？好，来，佮说来记咧，大家好，我是婷啊。停啊，好，欢迎你咯，来第二组，咱的土队，队长是啥人？好，大家好，咱是 Saturday。今仔日带阿伟、阿凯甲阿明做伙来，希望今仔日的运气会使做继续车伫咱遮。是，啊顶抓你有摕到奖金无17000。袂歹呢，袂少啊呢。是我拄啊无问到，咱有摕到奖金无？你有摕到奖金无？网队，爱心。无看到。苗紧，叫阮等下喊你啊！你看人提17000的我嘛中意的呢。今日希望运气佮对着恁啦。加油！欢迎来咱第三队排队。排队，我队长光头，是啊，队员有换无？队员同款，共款吼，对。是我是巧嘉儿，哥女，朋友，伊是就是我是阿狗，唱歌的，是顶届摕偌济？ 2万外。是好，欢迎呢。好来，咱的第四队，咱的星队。大家好，我是有生队长，是，有先顶抓咱摕偌济？顶抓咱摕到12000啦，袂歹啊。知道哦，吼，有62000，共款哦，上济拢甲摕到倒转去，62000拢直接甲包起来就好啊啦，好，是毋是？好，啊，今日队友咧，有对袂无？我有换人，华人，我是妈妈啦。哦，即马要决赛啊吼，大家拢甲妈妈请出来，哎呦，真正是你妈妈？我半路练的啦。半路咧啊，我就网络就是讲啊，谁的台语较好，开始咧 interview 嘛。啊，伊就叫妈妈，我就来啊。你要来会使哦。啊，今日队友拢无共。拢共款，拢共款啦，敢若换一个啦，训练嘿，阿个训练啊，英成老师，是爱加油呢，好，嘿，好来，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花下欢迎单鸿辉单老师。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出头天。对，讲台语真正有影会出头天，像咱的电影。讲台语真正有你出头天啊！哦，大王哈，为赢大家，他去欣赏咱的国片哦，真好看哦。嘛是咱老师吼有教台语啊，咱美秀姐啊教跳舞哦，哇，两位老师拢有参与哦。是，希望大家哦，这部电影伊甲阮收看哦，大王哦。是。好，来紧的哦，来去咱的第一回合斗阵唱擂台。
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提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唱舞台。哎呦，大家做回来。哦，这个游戏大家拢佚佗过啊。哦，拢过，算过啊。规矩我就无要讲啊。好，来。好，来今日讨论第一位。看啥人先要起来，把这八仙唱起来。好，来，今日讨论。来，加油！来，讨论好啊！好彩头，真正大家拢足想要比赛哦，已经上擂台啊哦。想要摕100万，你是假的啦。够赚！啊，跳舞唔是爱记位咧。尽量放轻松。加油！我要来哦。好来。好，拢两题，大家拢有机会哦。好，来，第一题，咱几个你？5个你，来，咱请出题。哎呦，都是了啦！哎呦，你创边仔写什么字？嘿，知影人，咱请唱答。我知，什么？哎呦，敢要是5个字？ 5个字。戆甲卖肥酱。哦。卖咧酱。戆甲卖肥酱。是吗？来，你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是。戆甲卖白酱。哦，老师，安尼对唔对？好，来，分数啊，加入去。终于你有事情了。哎呦！这个本来讲白酱这种动作，应该是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讲无需要什么免什么想到啦。嘿，免什么想，免什么智慧嘛，应该是拿酱就想要白。嘿啊，所以这个句就是咧形容讲。那会遮尔啊戆，就是戆甲连白酱都袂晓安尼，吼安尼形容就对啦。嘿啊，所以就是咧讲人做无巧的安尼，吼。好，以上。好，来第二题，几个字？10个字。10个字哦，来，咱请出题。哦，2个画面，一个是哦，这里啊，哦，啊边啊是是什么物件咧？好，来，咱请唱答。有无？无呢。那无我互你提示哦。来。好，第一个字的提示。赢。哎呦，赢。哦，5字了，第7个字是赢。对啊，安怎？赢？安怎？哎，有无？我知。哦。来。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早知。哦，是吗？你哪个听过这句？因为我自细汉有听过。哦，听谁讲？听过。就是阮我爸母会甲我讲，做好代志安尼。来，老师，安尼对唔对？我搁予你一摆机会，你搁想看吗？嘿，第9个字，第9个字的音，第9个字较唔对尔，头前拢对。你的音呐？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早知。哦，早知是吗？好，来，老师。就是这有写，就是咱若是咧讲话过程有写，你单字知影讲安怎读，但是后壁个字的是基本上爱变调。啊，早知就是早的知的意思。嘿，啊若早知当然是早起食菜的意思，哈。所以无共款。啊，这句的意思就是咧劝人爱做好代志。啊，唔是讲干那讲我家己修行，因为若是早起食菜，迄是家己修行的意思嘛，吼。但是意思讲是做好代较赢，干那顾家己修行安尼啦，吼。好，以上。好，来后一位啊，今日来换人。来，我要出题啊！来，有几个字？有8个字。8个字哦，来，请出题。哦，看清楚一下。哎呦，中间上3个图。哎呦，这点点这有啲叮当到底是啥呢？这可能较困难。对。好，8个字我甲恁提一个哦。来，第一个字。搞。什么搞？啊，什么？哦，是啥话咧？观众朋友，紧来哟！咦，敢知这是什么意思咧？有几个字？
有8字。 8字哦，来请出题。哦，哎呦看清楚一下。哎呦哎，呦，中间上3个图。哎呦一个点点一个有啲叮当，到底是啥呢？这可能较困难。对对对吼对，8字我甲恁提一个哦。来哦来哦来，第一个字。搞搞。什么什么什么搞？嗯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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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啥货咧？不过有3只的什么货吼？是啊。好来，我要过来啊哦。过来过来过来。好来，第2个提示。4个。哦，啊，无叮当的应该就是4哎，啊。哦，第一个图。好，无唔知，咱过来一个提示来哦来哦。好来，搁一个提示。哇。哦。 4一定会对着哇的，啊是啥物货？哎呦4什么什么搞？啊什么哇什么什么？是啊哦，是啥咧？是啊。好，嘛是我唔知哦。唔知唔知。好来，搁一个提示的。搁一个哦。西爪。哦，第一个影片就是第一倒手边迄只就是西爪。啊，安怎？到什么哇？什么什么嘿？哎呦，啥物？啊，那倒手边是4个哇，应该就是正手边的咯。是啊，嘛是无。过来啦。无过来，过来一只鱼。哇，什么鱼呀？倒手边迄尾是啥物鱼呢？我等下甲恁摕到上尾。哦，来哦，来来来来。好，过来一只真刺激哦。过来一只。哇，鳝鱼。安尼捌听过哦？有无？无呢。哎呦，来来来来来，阿伟啊，西爪被告咩告？变蛙鳝鱼。来，老师，你听有伊咧讲啥？唔对。哎呀，但是有机会啊哦。但是艺术差不多啊。差不多意思哦。来啊来啊知影无？好来去。讲来，去讲来。西爪黏甲变活鳝鱼，唔对。嘛对哦。啊，意思是共款呐，差不多啊念法是毋是？那无要手，我搁互你一支。哦，搁一字吗？好。来来来。搁一支，恁两个手都爱较紧的系啊啊。系啊，准备哦，看好，来，搁一一支。好，什么字？知影就请手答。好来来来来。西爪这到变化活鳝鱼，哈？西爪这到变化，西爪这到变活鳝鱼。好来，老师也答。西爪这到变活鳝鱼。哦，若是讲无听过这小艺同仁这个动词到底是啥，有可能看到会感觉唔是足清楚啦吼。啊，通常是咧讲足够正，就是足够用什么款的，不管是歪理，用什么款的道理去辩论，去硬主张安尼就对啦。嘿，所以讲用这个正之字，嘿啊。当然，这个蛇甲鳝鱼其实是无共款的物件，嘿啊。有讲唯一较共，就是敢若讲啊，拢长长安尼嘛，吼，对啊，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讲，就是应该是 A 甲 B 无共的物件，但是你硬要甲 A 讲做 B 安尼的一种的，嘿啊，所以是迄个硬正，你讲人硬正意思啦，吼，好，以上。好，来第2题，各有机会，吼，来几个字？6个字。6个字哦，来，咱请出题。哎呦啊！就安尼哦，就安尼哦。哎呦，物件你拿过来。 6个字，知影无？唔知。同款嘛吼，题哦。来，第1个字，粒粒是什么粒？什么粒？什么？唔知。唔知。要过来一个哦，来，搁一个字，一粒。嘿，一粒什么呢？吼。好，来，不要紧哦，过来提示哦。过来。来，过来一支提示，嘛是共款粒。一粒什么？什么粒？什么？来，搁提一支，一粒头，2粒。哎呦，来。啊，顶啊。哇，就惊一粒头2粒大，一粒头。是，确定。你倒位看到因2粒大？无3粒。一粒头2粒金，一粒头2粒金，不要紧，讲你心内感觉多一个念起来较顺，念给老师听。一粒头2粒金，好，一粒头2粒金，老师对唔对？歹势哦。哎呀，真可惜，剩2个。好来，我过来一个哦，我过来一个哦。好，来手准备好哦。来，咱搁一支提示。哎呦，来，一粒头2粒大，一粒头2粒大。
好，老师伊的答案安尼对唔对？对。来分数，有一定的信心咯。所有的目睭嘛会讲，可能有的人讲一粒，啊，毋过当然佫较侪人讲一蕊目睭啦吼。啊，所以讲你若讲目睭剃金，他是讲两蕊安尼剃甲足金，啊，毋过伊是冒头啦吼，所以这个图应该主要是咧讲头，吼啊，所以是咱可能一般有咧讲的就知，就是一粒头两粒大啦吼。对，啊，这是咧形容讲，毋是讲真正有两粒头，是咧讲。这个敢若拄着什么晦气、麻烦、困难的代志，啊，互你头足大安尼，啊，敢若袂输。其实迄会当想做，敢若有足侪问题伫你头壳顶安尼，会迄个形容安尼啦吼。对，所以啊，粒是咧讲圆形的物件的量数，嘿，所以咱一般拢会讲即句，一粒头两粒大，表示足头疼安尼。哦，以上。好，来，咱即摆进来看咱的分数吼，看阮盲队。爱心一粒啊！不要紧啊，等下好运就来啊吼。来土队有8只。哦，即摆上悬的哦。好，来咱白队有4只。嘛袂歹哦。来相队嘛有4只哦。哦，好，刷来其实够有人哦。够2位，够2位。免烦恼哦。是啊。好，来，咱今日来换人。好，来试看卖哦。加油哦！来，咱有几个字？哦，咱有10个字。10个字哦。简单的，简单的。来，咱请出题。再看哦。哎呦，哎呦，两个图，有一个安尼，有一个。左手边这是啥物？正手边这是啥物？哦，知无？知就通啊，请手答无？哎呦。好，来，我提一个哦。提一个。第一个字。鱼。对无？有一个。有一边的图是这边是。嘿，伊即摆应该你欢喜啊，啥？我嘛唔知。哈，好，有无？无，咱过来哦。好来，搁一字的提示。哦，肉，哎，倒手边就是肉。三把肉，啊，什么，啊，什么鱼，什么。对。哦，伊拢是对的哦。吼，嘛是唔知。这是什么肉咧？来，我搁提哦。过来。来，搁一个字。赞。哎呦，这把是什么赞？就哎呀，咱应该拢知什么赞啊？无啦，嘛无人搁提啊！来，搁一蛋啊，蛋哦，是蛋啊蛋。啊，因为头一顶管迄是赞嘛，啊，若要押韵，这个就要弹啊。弹哦，哦哟，弹啊，哦弹哦，嘿，拢甲恁对好啊哦。来，有无？无要手答，我就去继续哦。继续。来，搁一个字。食肉。什么赞？哎呦，嘿，来，搁看一个字。搁看一个字。好，来，搁看一个字。哎呦，食肉食三层，看戏看乱弹。来，老师，安尼对唔对？佮互你一摆机会哈。我是第9个字的音嘛，第9个字。主要是后壁嘿，上后壁遐啦嘿。上后壁。好来，食肉食三层，看戏看乱。我甲上个你讲的时阵，大。好来，老师伊讲是大，对唔对？哦，歹势哦。差一点。嘛是迄个音。对啦。今天加油哦！真正感谢哈利妈啦。哈利妈10个字甲恁讲8个啊。好来，知影人起落去。起来。来，给嘞。加油！食肉食三餐。来，过来。看戏看乱弹。哦，歹势。老师一定互恁机会啊！就是知影人请手答无？来，知影人请手答无？来。食肉食三层，看戏看乱。等。哎呦，趣味哦。袂歹哦，来，老师伊安尼念对唔对？歹势哦。来，伊过关，老师伊表恁机会。即马上熟悉的你啊。因为拢知影，就是咧音的问题。食迄肉食三层，看戏看乱弹。你讲2个答案无？乱弹哦。是好，无机会啊。老师，安尼会当无？乱弹。歹势哦。这
这可能音的问题啦，音的问题开始有好多啊因。为这个词咧，咱这个节目出现足几摆，是啊，特别老师拢特别强调，这个词爱特别念法。有两个问题啦吼，一个就是讲这个肉的这个讲法吼。有其中有一个合喙音的三赞吼，拄则其中有人无合喙的三赞吼，嘿啊，然后上煞尾这个词吼，伊叫做懒弹，啊，这当然这是算专有名词啦，吼，就是迄个北管戏吼，拄仔咧迄个图所出现的是迄个。北管吼演戏啊，伫台湾遮以早是叫懒弹安尼啦，懒弹安尼吼，好，以上这是表示讲足内行的人会做的代志啦，食肉就爱食三赞，啊看戏内行的爱看懒弹安尼，吼，好，以上。这有困难，这有困难。好，哎呀，真可惜，但是不要紧，咱还有机会哦。够第二题，第二题哦，吼，咱搁拼一个哦。加油加油！好，来几个字？八个字哦，来，咱请出题。哦，看物件啥货？哦，嘿，啊，另外一个是啥物？对啊，知影无？唔知，不要紧哦。第一个字哦，来，第一个字的提示。考，你有真足看内面有啥物件无？嘿，迄两项物件应该真清楚是啥物啦，吼。吼，好，过来第二个哦。来哦。来第二个字。什么考？什么？那唔知影，我搁提一个哦。来哦来哦。有八字哦。对啊。好，来搁一字。哦，啊，嘿，什么科啊？哎呦。敢袂甲图顶悬的迄两项物件有关系咧？是啊，什么物件？对不？哦。咱搁一字也是，啊那有人要请手答无？无，搁一字，搁一字。来，搁一字哦，手较紧的哦，手先看好。来，咱搁一字的提示。唔捌。哦，是是。唔捌一颗蚵仔含钱。啊。哦。是。来，老师伊的答案是唔捌一颗蚵仔含钱。这对于名词来讲，蚵仔甲含钱应该是无困难啦。这问题是讲。有可能啦，较无讲过，唔知影迄个量词要用啥。啊，当然这一颗本来颗的意思会当讲是讲圆一地的物件安尼啦吼，这其中一个意思。过来就是讲唔捌啥物，其实伊嘛会当讲唔捌蚵仔含钱就好啊。啊，毋过这个一颗若用伫人，也是讲用伫个迄个，其实是较。讲起来较无礼貌的啦，吼，对啊，所以这当然意思是讲连蚵仔含钱都唔捌，哦，表示讲做无知识，也是讲做唔捌代志，这款的意思安尼，咱会讲，因为这两项物件，咱算做讲拢是生活中算定会看到的啦，所以过去环境蚵仔甲含钱这个不管讲是较早教还是较晚教吼，就是这个物件算是咱作识的，所以咱会用这来讲连。蚵仔含钱都分袂清楚安尼，所以讲表示做无知识安尼，吼，以上。较拼一个哦，吼，等下甲咱这个分数拢摕到哦，吼，先看咱的网队。网队，赶快爱心一粒加油哦！网队今日甲冲起来，哈，后来咱的土队有8枪，哦，今嘛上悬。咱来排队，嘛有8枪，嘛是今嘛上悬的哦。新队咧有4枪，是今嘛就敢咱的网队还未开市呢。加油加油！吼，等恁开市，来，今日来换人。来，哈利登来。哈利是世界冠军啊！哎呀，台湾之光啊！你当时听到哦，你得世界冠军嘛吼，啊，你当时听到讲恁通啊进入来咱的决赛的时阵，你的心情安怎？哪有可能？啊，我想讲哪有可能？今日我要来，我要带阮团队摕冠军，靠啊！靠你啊！有志气，有自信就好啊！一定要有自信哦，甲你摕冠军日本的摕倒转来。地方拢有。哈，伊足够水的。好啦，好啊。好，笑头笑面。咱来看第一题哦，几个字？10个字。10个字哦。加油哦！来，咱请出题。来看清楚哦！哎呦，你创啥？哦，这个查某你创，那个查甫你创啥？是。哦，有哦。那唔知影，我搁继续提哦。好来哦。好，来第一个字。咸啦！哎呀，哦，来，永成。做甲流汗，去互嫌甲流汗。
哦，做甲流汗，去互咸甲流烂。好，老师伊的答案安尼对唔对？对。啊，这应该真听人讲啦吼。啊，当然这嘛有一寡无相共的版本啦。可比讲有的人无讲较侪字的啦，吼，就敢若讲啊，做甲流汗，咸甲流烂安尼尔，嘛有人安尼吼较浓缩的讲法。是。吼啊，表示这个所谓咸甲流烂是咧讲。迄个咸的人啊，哦，讲甲咧喷喙烂，喙甲全破安尼啦，吼，啊做是做甲足辛苦，啊，迄个流汗流甲吼真上重安尼，啊，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嘛是道具啦，吼，干烂吼，啊来就是讲咧形容就是足辛苦，啊煞红咸甲安尼，是啊，吼，以上手爱较紧，加油，搁第二题啊，手较紧的哦，好，来第二题来哦，几个字？7个字，7个字，来咱请出题。哎呦，哎呦，阿妹哦，阿妹哦，阿姐讲请手台无？来，哦，拄仔看吼，拢看清楚哦，足清楚的啊，有人有，嘿，我来请手答。哦，这尔啊就文哦，这简单哦，好简单哦，来。徛关山看马烧塔。哦，徛关山看马烧塔。来，老师，安尼对唔对？健康。哎呦，好，真紧，我来分数。有一定的细心咯。来，咱请老师来解释。这句嘛算定听到啦吼，意思就是讲无我的代志，我是咧看好戏安尼。对。啊，当然这是一个譬如啦，哦，啊徛关啊徛关山看马烧塔，哦，这就是表示无我的代志，啊咧看戏这种感觉，嘿，吼，以上。好，来，即马上重要，进来看咱的分数吼。咱的盲队啊，爱心一粒啊。袂要紧啦，有哈利伫的啊，免惊啦。咱个后一个回合，土队有8000。哦，啊白队咧有12000哦。哦，袂歹，啊新队咧哦，嘛有8000。好，进来搁去咱后一个回合无？好，来去咱的分到第1名。分到第1名。哎呦，为了3万块做伙拼。哦，所以讲这个回合就是3万块。3万块啦！3万块！加油哦，6题，6题啦！来啊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天气热，若无注意就会热着。啊，你敢知下底倒一个词吼，嘛是热着的意思咧？A. 烧热 B. 热热 C. 着刷。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请选定。哦，通啊细细哦，通啊细细哦，20秒啊，真紧啦！哎呦，5、4、3、2、1。哎呦，这应该是咱平常时啊，拢会知影。听到啦。哈利妈你就知影。对啊，着刷。着刷，你拢用什么方法改摆迄落啊？摆迄辛苦来。直接甲讲的分呢？讲的分呢？唔是讲叫来迄个烤的。烤的就好啊。应该是把它搬到阴凉的地方。你讲的是很着刷迄个时阵啊，刷去较凉的节目元素。少年人知影着刷是啥无？是啊。来。你应该知影着刷吧？知。啊，给你。着刷就是热着嘛，啊热着刷要安怎处理？就是啉煞水，无就叫阿妈烤咧，烤刷，爱刷出来，套牙。对。充电介质啦。无唔对，家己热吼，甲摆出来就好啊。是袂歹哦。应该跳舞会跳到着刷。是好来。这简单的啦，大家拢会晓。对啊，这上恁的啦，其实阮拢也知。暖身呐，运动前先小热身一下。好来，咱来看一下健康的答案是。C。好来，好，大家拢知影着刷啦吼，啊，就是热着意思安尼吼，所以啊，我想讲补充一下，这个烧热吼，这个词，等到可能大家。想讲烧热是啥物意思？可能敢若知影一个意思，其实烧热有几啊种意思。哦，你嘛会当讲发烧的意思，哦，啊嘛会当讲是足温暖的意思，还是讲温度足悬的意思等等。嘿，啊，当然这热有腔口差，吼，有的所在是读像我安尼较悬的热，
啊有的所在像啊上个腔可能就是热，吼，对啊，这有各地海口腔嘛，海口腔无共款的吼，就是讲这是一个较趣味的这款台语的第八调的迄个 H 尾的字吼，伊有迄个无共款的读法，吼，好，以上补充。来，咱继续，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语猜谜，到底我10个人是咧讲什么关系的 ？A. 台南 ，B. 家人 ，C. 中华。来，20秒时间哦。来 A、B、C， 请选择哦。袂猜啦，台语的袂猜，猜谜。对啊。来哦，5、4、3、2、1，时间到。好来。到底我10个人。啊，恁这堆4个人拢徛在遮呢吼。哎呦，台南的哦。是安怎？应成老师，应成老师。捌听过这个卖菜无？唔捌听过，唔捌听过。但是若讲到食的吼，我感觉台南就是上有名的所在。是，所以食较我讲啊，应该是台南这个所在。台南是被奇怪。对啊，你敢是唔听到碗？来，是，来各转。老师也要做碗啊。各转，啊你哪会选台南？因为啥物啦？因为我看边仔姐伊头拄仔摇迄出紧的，我感觉对，无对。哦，有当时啊对了唔对咧。啊，不过伊是规堆呢。呀，咱问一下队长啦，伊规堆啊，是安怎？你这尔早就想要休困哦？无啦，想讲到底我10个人，阮都徛过来 A 啊。为什么？就是尴尬，变尴尬嘛，系啦。甲食有关系就是台南。系啊，摇一个嘛，啊叫我一回头，大家哪会拢伫咧啦？我摇的呢，应该分散风险。碗是碗贵。其实无想遮济啦。啊，你安尼个对人吼。啊，其实我是你们队的。你家嘛有啊。好，来，光头的。光头来，来，你算。为什么又是家人？啊，就加一个人啊。哦，10对碗9对碗10个人。数学爱好啦。哦。所以你讲别队是数学唔好。无啦，伊用加啦，吼，9对碗。10个人，10个人。家人嘛。嘿，是。哦，袂歹，这种想法袂歹哦，吼。来。新民来，是，你选的是家人，你知影意思？我知影意思，因为9对碗嘛，啊10人，安尼是安怎加一个人啊？哦，有加一个人就是家人啊。哦，拢遮巧。明白哦。来，是，好来，顶啊！你是唔是迄落啊？红艳分开的？我互人挤出来啊！像，你讲啊，什么人？我想讲应该有一挂人会来吧？结果等天亮的时候，那你敢拿我一个？是，哇，不要紧，你有2位队友嘛是你迄落啊？在内底啊。A 甲 B 嘛吼。是，来。赞哦。其实讲困难嘛，无讲介困难，讲简单嘛无简单啦，因为大家拢有讲法啦。对，因为是卖菜。卖菜啦。叫卖菜。卖菜。好，来，咱看一下健康的答案是。B。好来，咱 A 甲 C。请回。请等去坐。好，先讲这个药味菜，吼，这个菜米的这个音是药味菜，啊，过来就是既然是台语的味菜，就是爱用台语来想，啊，所以拄则讲的讲啊，9对碗10个人，人加一个，吼，安尼所以就是用安尼台语的想法来想，所以是家人，吼，啊，当然这家人这个音地名来讲。唔是干那家人这种音嘛，有人讲叫做家人啦，吼。啊，啥哪有写家人？有的人讲家人，有的人讲家人，其实是因为这个地名古早是甲这个当地平埔族客家个咱这个族的这个族名有关系。啊，家人个咱讲久了啊，汉人要出迄个音节吼，甲伊缩短，变做干那家人吼，这种的音节，所以就变做其实是这个音叫。类似家人安尼啦吼，啊，结果要用汉字来写，要安怎写？落尾出家甲人，还是讲家甲人拢会通，啊，所以就写古早是写家的家，吼，人的人安尼，嘿，啊，落尾才搁改做即马即个汉字，其实即个汉字用台语完全毋是家人的音嘛，迄就是变做改一个煞，毋知影讲原本的意思安尼，吼，所以是家人无毋对，吼，以上。好来，咱即马看一个人数，好，看内面。
棒队有2位来，会吃手嘞。两位，吼，来，咱母仔囝，咱来拼加油哦！哈，是，好来，咱土队有4 4位个。哦。哦，好，啊，咱的摆队咧。哦，排队嘛是4位哦，哦，啊，咱的新队嘛是4位哦，拢是休困哦。好，来，咱继续，来，咱请出题。请问，咱来讲叫小好来形容一个人打头真在，啊，敢知影叫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伊原本是 A 欢喜的角色 ，B 人的体格，还是 C 钱？怎么跟我站同一边？光头的，你拄啊啥人遐尔要紧？那个。卖互大家对阮行，所以咱假做唔知影，其实就是 all in 伫个 A。好，来，咱这边的是咱的人的体格，叫小健好。哦，就是安尼。叫小好是形容一个人大头真在，那叫小原底是什么意思呢？请问，咱来讲叫小好来形容一个人打头真在，啊，敢知影叫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伊原本是 A 欢喜的角色 ，B 人的体格，还是 C 钱？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嘿，是角色还是人还是钱呢？叫小好啦。好，来20秒哦。加油哦！好，来，5、4、3、2。来，恁一人一半遐，嘿，是一人一半，安尼较好啦，风险较分开。为什么是 A 甲 B 一人一半？叫小是讲一个人的个性吗？系啊，打头真在，真好打。嘿，啊，我感觉甲钱无关系，啊，无关系。 A 甲 B 甲人拢有关系，我都确定安尼分。能力的队长，光头的，你拄啊啥人遐尔要紧？那个。我想讲啊，卖互大家对阮行，所以咱假做唔知影，但是其实就是 all in 伫个 A。叫小好。是，好，来，咱这边的是咱的妈妈，人的体格。对，就是叫小健好。哦，就是安尼。嘿啦，叫小好，两个拢行啊。啊，叫小好，体格甲角色啊。袂使讲卡小好嘛，我妈妈讲过卡小好啊。卡小好较无好听。叫小较好。好，来，咱来看一个健康的答案是。这个叫小吼，这个词加卡小，这个词其实有某一个部分的意思是同款的，就是讲是这个卡手人力这个意思。对，所以可比讲啊，我点来欠卡小，还是点来欠叫小，其实一过去啦吼，拢有安尼用。啊，只不过当然意思写的有一寡变化，然后变做时代到今仔来讲。就会变做拄则咱有讲起的，感觉讲咱像卡小较负面，啊，其实本来意思无讲负面的意思啦。嘿，啊，毋过即摆的人咧用会甲当做敢若卡小较负面，啊，叫小敢若较正面安尼。你是什么卡小？对啊，无好就对。啊，当然落尾叫小，啥怎讲叫小好，就是讲落尾有延伸啦吼，来形容讲真有胆识安尼啦吼，所以就是落尾各有一个延伸的意思出来。嘿。对，以上。好来，过出题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俗语伫咧讲金庙起神是讲人安怎呢 ？A. 目睭生伫头壳顶 ；B. 缀人野香四界拜 ；C. 愈远的物件愈宝贵。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请选择。金庙起神啊！坚定一点，坚定一点。来哦，来哦，想看麦哦，5、4、3、2、1，可以吧？来。哎呦，哈！你看到光头这队分做两边金庙起神吼，是。对啊，就是。目睭生伫头壳顶吗？应该要总落遮啦。哦。但是我想讲扭者。扭者。试看卖。金庙起神就是讲，有人讲啊台湾就无文化，是讲台语安怎，这就是一种金庙起神。
伊讲讲英语较高尚。哦，所以目睭生你头壳顶，对。看外口，啊，但是死嘛，解说敢若嘛会，愈远的物件就是崇洋媚外嘛。哦，外来的花香较高读诶，就外国的话娘较易啊。好，来，愈远的物件愈宝贵。你两个一定要踏做伙嘛？伊本来要走的，我本来要走，我来丢掉的，我对你讲锁伫遮。啊，好去都好去啊！是，我拄则安尼三 A、B、C 看起来，是，唯一 C 甲迄距离要安怎讲？距离哦，距离较 A 较相像啊，是较 B 较相像。有讲到近嘛，近节，甲距离有关系嘛？哦，就简单的想法。近甲远啦。对啊，两个有关系嘛？一个是倒饼的关系。是。好，啊那咱这阿狗，你今日拢无讲话呢？你今日责任真大呢？我感觉这句话我看到会尴尬啦。是。哦，就是讲，可能我会感觉讲大甲嘛，比阮兜隔壁的土地公庙搁较灵，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是，就是有当时要拜，想要去较远的所在拜，较有名的所在拜。较灵下，咱落来去。对。你是出来的就灵下。你刷出遐较远，咱起来去遐拜啊。对。好，来，咱来看一下哦，正确的答案是。拄则咱这堆的拢差有讲到啦吼，外国的月娘较圆也好，也是讲对这个厝附近的庙啊，感觉迄也无啥，啊会走去做远的所在去挂香安尼。对。啊所以就是，当然无一定讲愈远愈宝贵啦，毋过就是讲会对咱身躯边的物件，敢若较无感觉重视着。所以咱这句其实嘛常听到是一句常咧讲人哦，无咧看重身躯边眼前的物件，敢若咧。可能足追求即所远的物件，安尼吼，是一种的形容。以上。你要结束啊吼？系啊。哎呦！加油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好礼是讲一个人吼真有礼貌，啊那好礼啊是形容什么呢 ？A. 明理 ，B. 顶真 ，C. 慷慨。来。您有20秒的时间 ，A、B、C， 请选点。这有困难哦，好嘞啊。明理哦，定亲啊个慷慨。好来。刚会当对应快点。风险嘛是赶快会当分哦。5、4、3、2、1，时间到。哎呦，两个 B， 两个 C。来，苏西，苏西，你上尾也才跳入来。是。其实我对好礼啊这个词的认知是豆豆啊慢慢啦，讲办喙去好礼啊甲办落来，啊这就是黑白算啦。黑白哦，较顶真。好来，咱这边是，Hello啊。阿狗啊。较慷慨。因为这句话我是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那有人客来阮兜啊，寒足侪礼物来，啊阮爸爸妈妈拢会讲，啊拢会讲，那会遮好礼，啊我就想讲，可能是甲这较相像，我就选这诗。慷慨。是好礼啊。那真好礼啦。是高礼数。是高礼数，算高礼数。对，阿吉来。好，阿吉来，你有想法？明理就是就知影。明理。明理就是知影。代志就清楚的嘛，啊，顶真就是定定厝内的时段来讲，你做代志较顶真嘞，较认真嘞，啊，慷慨，就是我嘛是感觉送礼啊，这人就大办的，礼数真高啦。但是这三个我感觉会搁分掉，啊，我那三个我选两个，要我选两个，我会选 B 甲 C， 是 B 甲 C。哎呦，有够刺激的。好。来，咱来看一下哦。正确的答案是，甲100万有关系哦。B。来，还好。咱先休困一下哦。先休困哦。啊，这真趣味啦哈，就是有的词是有啊无啊，其实是无共意思。哈，像好礼是足有礼数嘛哈，足注重礼貌安尼。啊，但是好礼啊。安怎的时阵，其实伊有几啊款用法啦，哈，像拄则嘛有讲到哈，有的时阵是咧形容讲足细腻的、足斟酌的，当然这个细腻斟酌，你若延伸就可能是
较轻、较斟酌，行去家己安怎吼，所以迄动作较轻嘛有可能啦吼，对啊，所以其实这种的形容加起来，就变做讲这三项选项是顶真较接近啦。是。吼，当然有的人会感觉无一定直接对应顶真，啊，不过以这三个选项来讲，唔是明理，唔是慷慨，所以就是也是这个顶真是较适合的答案安尼。好，以上。上摆一个真正爱拼输赢哦。这唔係關係到3萬塊，是關係到後邊100萬呐！哎呦。後來上尾一個哦，頂真加頂真哦。哦，好厲害，好厲害選。咱請出題。請問肉粽節有真濟風俗，你敢知影佇咧門家口掛這個槍鋪是啥物目的呢 ？A. 迎接祖先 ，B. 感謝神明 ，C. 辟邪趕糖。好來，恁有20秒的時間，請選擇哦 ，A、B、C 哦。哎呦，哎呦。這應該是。哎，那是好，應該攏知啊，肉粽節啦。哎，好來，5、4、3、2、1，好來。哇！哎呦哎呦哎呦！是，這應該是肉粽節是5日節時陣應該是阿公阿嬷有伊細漢的時陣攏會講。應該是，我嘛感覺我剛才看過，佇咧門口掛物件是咧。伊就一個長長啊，一個較短啊，白白的咧啊，吊咧遐啦。嘿嘿嘿，安尼啊，所以我嘛無甲確定。無甲確定。好，啊那咱蘇西應該知。我嘛唔知，我5月節攏咧食肉粽爾。我嘛是啦。我攏無去注意講門口有啥物，我就是聽。細漢的時陣攏會問啦。對啊。到底是啥？來插啲遐。好，來恁家己先想一個哦。緊張哦，刺激哦。來哦。甲100萬有關係哦。好，來，咱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是。C。好，即個所謂的5日節還是5月節吼，就是天氣足熱吼啊，咱若講台灣濕個熱吼啊，較有舊蠓蟲啊，較有可能會較濟即個有誒無誒病啦吼啊，所以就是講風俗傳統會去掛杏草。甲掛即個菖蒲，甚至佫有青啦吼，就是講掛幾項物件。啊，即個杏草主要是即個趕糖的這種功能。啊，菖蒲呢，因為伊的迄形，迄敢若有鹹的迄個，滴滴長長安尼。啊，然後像有鹹的形，啊，所以嘛有人就是認為講，迄會當就是象徵辟邪安尼啦，吼，咧沾什物邪魔安尼就對。对，所以就是講，這是辟邪趕糖的功能。是，好來，咱即擺先看，咱的網堆，愛心一粒，對，足緊要緊，土堆若是加15000起，就是23000哦。23000哦，好，啊來，咱的排隊咧，哦，加15000起就是27000。哦，啊成隊咧，啊成隊是8000。哦，所以講，這個就是咱的排隊，得到咱的資格咯。好，恭喜排隊呢。不過今日的獎金偌濟2萬幾。啊，因即馬加起來27000啦。27000，看下甲27000，摕到轉去無？是。好，記得，後一回啊，10秒，1000金。10秒，1000金。哎呦，樓頂樓下敬一瓶。好，來，咱即馬獎金是？咱即馬獎金27000哦。哦，27000是27秒。哦，無夠啦，加落去，再加10秒變37秒，好冇？37秒好。別。站一個應該是真簡單，對恁來講，就是樓頂樓下。好，啊，恁揀一邊。好，來，咱排一排。來哦，請問空阿爹是樓頂還是樓下？空阿爹是樓頂還是樓下？來，哦，來，空阿爹，樓頂，停。哎呀，幾秒？來，啊，下骹是啥？攏總27000塊獎金，因會當摕偌濟轉去咧？應該是真簡單，對恁來講，就是樓頂樓下。好，來，咱排一排。來哦。是，嘿，排一排。來哦。哦，較笑的哦。好，來，上個咱請出題。來，請問柳啊是樓頂還是樓下？請看。好，來，樓頂啊樓下。樓下。停。停。啊，樓頂是啥物？
楼顶是锁啊。哦。哎，没算超缩啊嘛。哎，使算超缩啊，对。超缩啊，是。所以讲，答案对唔对？正确。足紧的阿姊。好来， 34秒呢。 34秒，咱就够有3万4呢。对啊，加油！哇，加油哦！来来。好，好，徛个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呀是楼顶还是楼骹？请看。呀是楼顶个楼骹。好来，楼顶。停。来。啊，楼骹。楼骹是啥物？摸一种胶啊。哎，马溜圆啊。嘿，对啦，马溜。哦，一样。切开就是圆啊。是。好，楼顶对唔对？正确，厉害厉害。来第3位哦。是。哦，紧张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大乖啊是楼顶还是楼骹？请看。大乖啊，楼顶个楼骹，大乖啊。来哦，大乖啊。应该是楼骹。楼骹。停。好，大乖啊，你知影啥？我唔知。啊，我楼顶是啥物？楼顶啊是迄个按波贼。按波贼。按波贼是啥物？神蝉。哦，神。是。好，来，咱楼骹对唔对？正确。好大啦，好大。够23秒哦。够23秒。这是植物。无，蝌蚪就生做安尼。蝌蚪。豆豆泥啊，我就是讲豆豆泥啊。嘛有大乖啊，啊有大乖啊，拢有。是。好，来上尾一位啊。 23秒哦。 23秒，够2万3哦。加油哦！加油！好，来请出题。请问裤仔底是楼顶还是楼骹？裤仔底是楼顶还是楼骹？来，哦，来，裤仔底，裤仔底，楼顶。停。哎呀，几啊秒？来，啊下骹是啥？下骹是啥？楼骹是啥？小可型呢，不过楼骹应该是肉肠吧？肉肠。你看较水迄个图啦。 伊迄就是吼淡水名产哦，阿基，我拄仔看起来足像的，所以我丢者。所以答案对啊唔对？正确，拖底就是蚵底啦。蚵底啦。好，来，咱就要看这分数。够17秒，1700块的奖金。哦，真好，今日去颁奖。容易。哦，来，今日颁奖。来，你先。奖励1700块。 奖杯，哦，佮叫你摕到100万的门票咯，真正一定爱甲伊拼一下哦。对。好，啊，那咱其他咱无对，不要紧。卖去。咱后一季咱佮报名来参加就好啊嘛。是啊。奖金有可能就是安尼，无定就更较济哦。啊，游戏嘛无共款，学的嘛无共哦。是。好，欢迎恁佮报名来参加。好，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哎，拍声感谢咱的陈鸿辉陈老师辛苦了。带你出头天。 专家有地位，讲台语提爸爸，欢迎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美女哈，美女过来。谢谢。对啊。谢谢。你来拢会用袂叫哈。谢谢老师啊。真的很棒。决赛见哦。总决赛。感谢。